跟走爱的寂寞，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远的爱着我，千言和我寒雨，随风雨掠过。大声一点，不知道。 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谢谢。今天上来唱。 我的版本太硬了。爱是花莲开，样是地真的爱相思。 为你过千山万水，情可贵，你是谁？就阮当作你的千言万语，化作一句爱的消息。 千对玫瑰，也免情杯万里，千里爱相随，为你行千山万里，我每天都在祈祷。 赶走爱的寂寞。谢谢。现在几点了？快要6点了，也差不多晚上了哈。先跟大家问个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。 很开心回到了屏东跟大家见面。那今天这个主题呢，我觉得有问题，不能银发艺术节，你们都是年轻人吧？以后就是黑发艺术节啦，不要银发。对，今天来了，我们当做年轻人，我们今天听歌听开心，然后希望可以把这些歌，带回你们到年轻的样子。虽然你已经很年轻了，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。 想要跟大家，请大家帮我做2个动作，来，我的粉丝都知道的。宝贝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宝贝。好，全场一起比一个爱心，我看一下好吗？对。今年如果给你哪位喝鬼的是比这个爱心呢？1、2、3，宝贝。带来的一首《米酒》会送给你们，谢谢。Hello。是米酒会吗？啊，对，好，是。 后面朋友，你们好。阵阵风吹啊吹来，人无安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山。 今夜的天星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无的时间，如果是3更半暝的暗暝，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
像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来哦，继续哦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棉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，掠你受风吹，掠你两鬓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棉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不悔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，掠你受风吹，掠你两鬓归暝。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不悔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再一次，你是我最爱的。谢谢你们。谢谢后面的朋友，谢谢厕所前的朋友，谢谢我的粉丝。再次掌声给我们的许富豪！哎，你看我可以抱他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羡慕啊？哇，现在富凯真的不得了了，谢谢在歌唱表现优异，进而到戏剧舞台去，又到主持，你到底要不要留点饭给我们吃啊？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有些事情都是误打误撞来的。你误打误撞，但是成绩都这么亮眼。因为我的父亲跟我说，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。当然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，就算玩也要玩得认真。大家说对不对？是。我们继续支持许富凯，大家说好不好？谢谢。但是我今天有准备几个问题想问你啊。哎呦，听说我有听你的经纪人说，哇，你很会跟长辈互动，活动很热烈，很棒啊！你是怎么？我跟你讲，这句话有语病，他们不喜欢被说讲长辈，哦就说姐姐们、姐姐哥哥们怎么样的互动？有没有什么秘诀？因为我本身就是高雄人啊，我生。没有讲，爸爸妈妈是屏东人。屏东人。对了，啊，我在第三出席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身边从小我身边围绕就很多的这一些长辈们。对，姐姐哥哥们。没有，是真的长辈，是真的长辈。所以我很容易跟他们就是可以聊得上。那毕竟因为我是台语歌手，是。就很会讲台语吧，所以我觉得台语是一个很容易跟年长者连接的一个，也比较接地气，对，接地气的一个语言嘛。是。所以他们看到我就很像看到自己的，不管是孩子啦、孙子啦，所以他们都觉得说，啊，你讲台语就亲切。对，真的，我们许富凯就是这么得人疼啊！谢谢。打开讲对不对？大家都想把你带回家喂食，他们很怕我，因为很想疼你呀。而且我们都知道哦，你这么多的公开演出，这么多的演唱会或演出，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，跟姐姐哥哥们有趣的互动分享给大家？有趣的互动，对，刚刚讲到了，就是因为以前在歌唱比赛的时候，然后有开放那个歌迷或者是观众可以进场，是，所以我每次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家的那个零食区永远都是爆满的，所以都是姐姐哥哥放的，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我家里很多的那一种保温瓶，他们都炖鸡汤给我。哎呦，哇塞，啊，这样你喝得完吗？就是慢慢喝，也不要浪费这些苦心。是，当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真的，而且接下来有没有带来更多跟大家一起大合唱，跟姐姐哥哥们大合唱的歌曲，经典的歌曲？接下来呢，之前报道有写出来嘛，我今天会唱一些台语老歌。是。那这些台语老歌，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没唱了。对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会唱的就跟我唱。对。那接下来第3首歌呢，带来一首很可爱，你看今天
天空作美，对，好天气天气这么好，又凉爽。对，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一来的时候我吓到，怎么了因为我的很好的朋友，之前我都会去参加他的秀，Daniel Wang。哎呦，现在本人也在这里，对听你唱歌。 ABC 长得又帅，还没结婚吧？没有，还没单身。他们有很多的那个女儿啦，女儿啦，或者是姐姐、妈很厉害妈们喜欢她的，也可以喂食啦。很多我的那个之前的衣服都是 Daniel Wang 设计哇，的，真的太厉害了！我在小巨蛋的第一套红色的那个衣服就是他设计的。哇，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？给我们这些设计大师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他的衣服啊非常有设计感，你穿出去就是年轻。哦，而且就是帅气，男的帅，女的美。他的店呢就在那个现在要打广告。忠孝东路5段的那个永春捷运站，把它走出去，你看到那个永春什么路啊？虎林街。虎林街。对，大家可以去那边买衣服。如果有去北部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绕一下，好不好？很多北部来一下。对。网络上也可以买的。太棒了，有你这样的好朋友替他宣传，真的是哇！谢谢等一下再多送几件衣服。好，那接下来布凯要带来什么歌曲？天公跳舞啦！来，天公跳舞啦！再次欢迎许布凯。谢谢吴哥。所以后面是个 L 型的观众席吗？是吗？感情无必要答案，阮心做平平凡凡，爱是生的希望，不该轻易就永远。摄影师，我左边比较好看。缘分无必要操烦，无形线别人的红，爱混乱的世界，阮用真心来相等。但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予我永远陪伊去天边海角，相信天公讲的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的苦恼。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情无必要答案，阮是做平平凡凡，爱是生的希望，不该轻易就永远。缘分无必要操烦，无形线别人的红，爱混乱的世界。阮用真心来相等，但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予我永陪伊去天边海角，相信天公讲的听讲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的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变成世界。
信天公拢会疼咱，相信失败我无看着人，咱无需要比较，爱是你的可能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疼咱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谢谢傅凯带来精彩的演唱。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要来跟傅凯宣导一下。是，因为现在呢，大家脸书啊，都很方便，粉专啊，像傅凯的粉专，大家都会去追踪，对不对？但有些意图不轨的人会冒用账号哦，所以现场有很多的哥哥姐姐比较容易去接触这些，而且我们的艺人朋友们。通常都比较忙，不会去加朋友，不会去跟你私聊，所以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跟大家一起讲一下，要宣导这件事哦，不然账号被盗，他其实受害者是他，大家也都会被受害，好不好？帮我做好这件事情，还有要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听说明年5月要来高雄开演唱会。支持哦，不管是北部、南部的朋友、东部的朋友，一起来支持傅凯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再来一个任务，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大合照，来傅凯一样，我们转过身来，转过身好，转过身，好，来进行一个大合照，跟所有的朋友，要不要下去好了？好，下来，好 ，OK， 傅凯小心哦 ，OK， 好，请丢一个位置。可以了，那你加不接？这样好一接，谢你哦，谢，好，我再接。好，来，我让喝，你喝。好，小心哦，哈，来，都照得到，所有的朋友哦，左边、右边、中间、后面的朋友都照得到，来，我们许富凯帅不帅？许富凯在不在？手举起来，嗨一点，挥挥手。哇，太棒了，后面的朋友都看得到哦，好不好？手挥高一点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再次欢迎傅凯回到我们的舞台上，再带来一首精彩的歌曲，好不好？来，这首歌刚刚提到的，我要带来一原唱的老歌主曲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来欢迎傅凯，谢谢。好久没唱了，天啊！你在。
法艺术节的演唱会活动今天正式顺利圆满。